日主喜忌在命理學是獨立體系，地位重要，先於調候和格局。有日主之喜用神，即無調候格局，也至少能衣食無憂，與財官等有共通之處。甲木，甲日主，甲不離庚金丁火。乙木，乙日主，乙不離丙火癸水。丙火，丙日主，丙不離壬水甲木。丁火，丁日主，丁不離甲木庚金。戊土，戊日主，戊不離甲木癸水。己土，己日主，己不離丙火癸水。庚金，庚日主，庚不離丁火甲木。辛金，辛日主，辛不離壬水。壬水，壬日主，壬不離戊土庚金。癸水，癸日主，癸不離辛金甲木丙火。